War game 就見得多啦，但係用弓箭玩嘅 War game 又見過未呢？香港傳統弓術團教你玩攻防戰，插旗規矩自己睇啦吓，重點係點交戰。火拼，你想跟我火拼？兩隊搏火係最主要嘅玩法，好需要弓箭手嘅準程度同埋反應。潛行，高度集中嘅戰場裏邊，好多時都留意唔到有人鬼鬼祟祟咁利用地形喺後方偷襲。流浮山刀手，除咗射箭，玩家都可以選擇攞住把老牛就咁衝埋去，小心衝得太前。除咗淘汰對手之外，記得插翻支旗落去先算贏啊！咁致勝嘅關鍵喺邊度呢？當然係成為神射手啦！我哋有傳統弓課程，停幾秒俾大家 cap 圖查詢啦。切記掉以輕心，如果唔係就好似佢咁，用迅雷不及掩耳盜鈴嘅速度去淘汰對手，都不失為一個好辦法。最後就係練好啲體能啦，如果唔係就好似呢位仁兄咁，力盡啊！想學傳統弓術，記得揾我哋。